虔诚的听众，到早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页，正文第5页。对头仔顺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。对头仔顺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。就是解说甲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，解说甲迄个所在。即嘛应该呢，所咧解说下面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；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你请去一量嘅思维，经作一期将来。我看你记若入德文，复你一法，身受作力而出，又经所业，作其不成，心中恍惚，心思不安，犹如梦中。行坐不落，这是另外一段的道理。这就是五祖弘忍大师来叫新秀大师入来对开示。在前面所讲的，就是讲五祖。有一天，对因遮个众弟子来宣布，讲什么人来当好做开悟机来，我就将衣钵来付予。当然，大家想讲，只有身手上做，伊才有希望。阮遮个人做这个机是要创啥物呢？加做只是加费心神，这位新秀大师也知影这个代志，所以呢，伊就勉勉强强来做这个机。所做就是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五祖看了，虽然知影讲伊这个机。只是一种的修行机，也毋是一种开悟机。但是，会当照呢修行，这也是一个真好的代志。所以就鼓励伊个众弟子，讲只要依照这个机来修，面对恶道，依照这个机来修，有大利益。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呢。五祖对新秀大师，必须呢，爱对老老实实来甲伊开示。因此，暗时3点半暝，就将新秀大师甲伊叫入去，讲迄个机是毋是你做？新秀大师讲是这实在都是我做的。我呢？毋敢求要爱祖师之位，只是希望非常慈悲甲指示，看弟子是毋是有小法智慧。迄当时阵，弘忍大师就真坦白甲伊讲，讲你做这个机是还未见到本性。对佛法讲起来，你是在门外，还未入去门内。也就是讲，还未入理啦。讲假将若是参像你即款的见解，要来求无上菩提，这是袂当得到。
无上菩提啦，必须在言下，会当好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会当好在一句话迄个所在，就会当好体悟本心本性是一种不生不灭，在一切时中啊，念念呢，自己啊，会当好来见到自己的本性。那以教下名词讲起来，就是讲时时刻刻以如如理来以这个如如理来克如如理，一切法呢，拢袂当好甲你阻碍，袂当甲你障碍着。一真呢是一切真，万境呢是自如如，会当好安尼啊，你正是啊，会当好来见到本性。一真一切真，啥物叫做一真啊？这个一真，这个一就是讲无有两个，叫做讲一，就是讲平等不二，这么叫做讲一啦。这个真就是离希望的意思，就是讲平等无二，离希望，这就是一真。在华严内底所讲的一真法界，这个一真法界就是讲事事物物一味一定啊，就是属于一真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绝对态，所以才叫做讲一。真心呢，名叫做讲做真啊。一旦我用立了。用了一切万法，所以叫做法界。那这个一真，这个一就是讲无义差别，叫做讲一；无希望，叫做讲真。那这个无差别、无希望，这都是在指啥？当然就是在指真理。所以叫做讲做一真一切真。那这个一真一切真的意思，就是讲这个真理是遍在一切所在，所以呢，无论倒一个所在啊，拢都是属于真理的所在。这个叫名叫做一真一切真。咱有这讲做喙着风化，无非不折，就是讲真正清楚的德。或者是讲黄的花，拢都是属于不折，不折就都是智慧啊。甲人讲以佛无差别的智慧来甲看，这个世间的一切啊，只是一个平等的真理，根本呢都无这希望的千差万别相。所以就讲做一真一切真，一真一切真的意思。在前面呢，我有提譬如起来说明，像讲在金仔店所摆遐金鱼狗、金手指、金花莲所有的这金器，随便摕一个起来都是金啊！你甲摕一个金鱼狗是金，这就是一项是金咯。但是所有的金器拢都是金，这就叫做一真一切真。一真一切真啊，就是讲，一般咱以为讲，在咱这个希望上，拨开这个希望上有一个真理的，但是呢，事实上，真理就是在这个希望上的所在。真理呢，无离开这个希望上，这就是一真一切真。因为是一真一切真，所以万境自如如。万境就是讲咱世间所看到一切在千差万别之上，咱世间所看到的一切千差万别之上啊，就是如如。所以叫做讲做如如呢，就是不同的意思。这个如如啊，就是在指法性的理体。这个法性理体
是平等不移，所以叫做儒啦。也彼此诸法，拢都是属于法的这个法性离体，所以叫做儒这就是属于正谛所刻之离体。不过，这个儒呢，会使甲伊分为两种意思。一个就是儒谛，一个就是叫做儒理。这个儒谛就是讲契合于儒理体智慧呢，所以名叫做儒谛。也所契合的真理叫做儒理。一切诸法就是属于如不动。这个儒也都是不动的意思，不变的意思，无差别的意思。总共呢，就是平等无差别。在这面就是讲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。在一切事中念念自己呢，会当好体会到这个道理。安尼才会当好来求得无上菩提。若毋是要来求无上菩提，这是不可得。所以五祖又搁再对新手大师来讲，如之心，即是真实啦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讲这个如之心，也就是这个如不动的心，如不动的心，也就是如智啦，属于智慧。智慧这是一种的如不动的智慧，就是甲意识妄想这是一种的对态，一种的对立。咱一般的世间众生虽然是同款有心的作用，但是呢，一般世间众生的心的作用呢，这乃是一种的妄想分别。这个妄想分别既然叫做妄想，既然叫做分别，就是心高意马，念念不停，毋是如不动。也伫遮所讲这个如不动的心，就是咱众生本具的智慧。讲这个如不动的心呢，这就是真实的。这才是真，这才是实。如不动的心的对态物件，就是我拄则所讲的虚妄想。咱众生只敢毋伫咧打妄想，想迄项想即项，连要想安尼，过连要想安尼，一点仔囝呢都不得停，亲像一只狗，喵做心高意马，扑扑跳，扑扑跳，无一时闲咱人的心确实是安尼，连要着想即项，连要着想迄项，那这呢就是虚妄，毋是真实的物件。那这个如的心呢，就是咱的本来心，这就是真实。讲若如是见这是无上菩提之自性。讲假如你若是会当好来见到这个如之心，那这个如之心呢，这就是一种的无上菩提自性。无上菩提，这就是佛所证的角度。印度话名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拿来解翻译，做咱中国的名叫做无上正等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应该对正觉性来解说，所以叫做正觉，就是讲真正的觉悟。真正觉悟，这就是鉴别，毋是咱一般凡夫众生的不觉。也鉴别毋是外道的邪觉，这就是正觉，真正的觉悟。但是这个真正的觉悟，虽然是会当觉悟着自行无上诸法本我一切皆空，不过呢，也有一个对立的差别观念，那就是讲佛甲众生是一种的差别的。进一步会当好正等，就是讲真正平等。会当进一步了解真正平等呢，就是讲会当好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就是正等啦。再过这个无上，就是讲至高无上，无啥物人比较悬，无啥物人比较悬的真正平等的觉悟，那这就是佛啦。
所悟绝对不可思议的智德啊！那么伫遮所讲，如如之心啊，这就是真实。那是当后来见到如如之心，那么这个如如之心啊，就是无上菩提之性，也就是讲成佛的真体啦。迄边讲你请去一量嘅思维，建作一支将来。五祖啊，交代神秀大师讲：你啊，暂请退出去，我互你踮遐思维一量日，就是讲你去用功啊，你去用心，一日两日啊，限这个时间互你。你搁再啊，搁做一手机摕来。将来就是讲摕来意思，你搁做一手机摕来互我。讲我看你记入入德文啊，护你一法。讲我呢来看到你这个机啊，那是已经啊入德文，就是讲你已經有入門啦。這個入門者就是講，你若是會當好啊來入理，就是講你若是會當好確確實實，會當好來體悟到真理。安尼呢，我就護你的意甲護你的法，就是講將過去代代祖師所傳來袈裟護護你。將禪宗之法呢來護護你，安尼合做入德文護你一法，這是五祖啊對神秀大師的開示。神秀作禮而出，受到開示了，這個神秀大師呢就向五祖給頂禮啦。作禮就是講給頂禮意思，給頂禮了呢就退出了。有經所記，作其不成，心中恍惚，心思不安，猶如夢中，行足不落。神秀大師受到五祖的開示，五祖呢，佫限伊一兩日，都還佫做一手機來。但是啊，伊就安尼轉去了，經過了數日。是講經過幾落日啦，做這個機呢，無法度好做成，因為伊的程度只有甲迄個所在，只有甲迄個所在，你要叫伊做比迄個再較懸的境界的機，當然啦，這毋是遐尼遮容易的代志。除非講伊的心境，伊的悟境已經啊。有進步啦，有提升啦。除非安以外，要叫伊講隨時啊，對當好做這個機出來，這當然啦，這毋是容易的代志。因此，經過了數日，也是作機不成。這個經過數日作機不成，有一個根本的問題。這個根本的問題是啥物呢？就是講神秀大師，伊本身呢也未明心見性，所以當然啦，伊就是用個意識的分別，就是咱人的第六意識、妄想心的分別，也想要來做記，也想要來去體會佛法。這個意識分別心啊。甲真理這是種上違背的物件。既然是上違背的物件，哪裡會當好將開悟機給做出來呢？這啊就等於講，咱做迄個沙啊，甲不來煮，沙甲不來迄個電鍋的所在，水甲熱了，電甲插了，直直甲響，直直甲煮，互你煮較久咧嘛是沙啦，無法度。除非你迄個電鍋咧，將迄個沙甲倒掉，也米甲下落去才法度。那就是講，你這個凡夫心，你這個俗心、意識分別心，若是無甲伊去掉，這個機啊，永遠也是做袂出來。
所以结果呢就心中恍惚。这个恍惚的意思就是讲，目睭看迄个物件呢，看袂清楚，该辨认袂清楚，迷迷糊糊，记忆袂清楚，所看呢无真，所看呢无明，叫做恍惚。所以这个心中恍惚的意思啊，就是讲伊这个内心呢，在迄个时阵啊，实在是因为急嘛，所以呢就变成讲迷迷糊糊，结果呢就心思不安。心思不安的意思就是讲，伊的心呢根本袂安。那讲心袂安呢？五祖爱赶紧啊，搁再做一个记出来。伊是伫安尼想过来想过去，根本啊就无法度好做。当然呢，心就袂安啦。伊更加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讲，在五祖门下，伊是头一个徒弟啊。其他的人呢，拢是咧看伊。其他的人呢，认为讲六祖的地位一定是新秀大师摕去啊。咱这人较真有分啦，咱何必着做一个机呢？伊实在是啊，有一款的心理的负担，有一款的精神的压力。就是约咱现主时的心理学讲起来，应该就是如此。因此啊，就伫迄个所在心思不安，讲犹如梦中行走不落。伊呢就亲像啊，在迄个迷茫中共款。咱人伫咧做迷茫啊，就是懵懵渺渺啦。因为是心思不安，心中恍惚，所以呢，就伫个所在行走不落。行走不落就是讲，行路也袂安然啦。坐伫迄个所在呢，心理啊也袂当好来得到安定。这个行走不落啊，正正就是形容伊的心思不安的意思，就是讲伊的内心在迄时阵啊，真正着急。那就像啥物呢？像讲在伫迄个顶感觉挂，已经有伫咧滚的迄个顶感觉挂面顶的狗遐共款。你看一只狗遐。扫啊扫，扫对迄个顶感觉挂迄个所在去。上起头毋知影讲顶感觉挂冷冷害啦，迄个顶感觉挂事实上呢是咧煮物件，哇，才直直烧起来。迄当阵呢走也走无咯。你看在迄当时阵心理是偌呢诚急呢？这个文字就是形容这位新秀大师迄当时阵的情景。不过，对于这段情景啊，也有学者就是讲，这个话无可能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伊是一个相当有明心见性的一个圣人。那既然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圣人，是毋是会将新秀大师的这款呢心境给讲出来？这呢是毋是等于讲对于这个新秀大师这种的闹气话呢？所以有人啊以为讲这是以后的人啊，搁再改添落去的话，这当然也毋是讲合作无道理啦。不过佛法这个物件，可以讲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。一个人的本事到底是有偌大，这根本也是无需要暗藏的所在。尤其是在咱佛门中，就咧讲一句话，就是讲“直心是道场”。唱呢，就是讲这个话，确实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。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伊也毋是讲为着挑过来去。闹开这个新秀大师的代志，不过最主要就是在这两手机的问题，就是新秀大师所做的，其实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死是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也这个
六祖所做就是讲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咱在研究这个所在道理啊，咱应该将这两手机不同的所在来去深究、来去研究、来去体会，这是咱研究这段的道理的重点。最轻松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